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，我係 Energy。今日呢一集主題係普通學生可唔可以靠體育升學？喺資訊更透明嘅年代，點樣行得更實際？我諗答返一個好多家長同學生都會問，但係心入邊其實好矛盾嘅問題：普通學生可唔可以靠體育升學啊？講清楚乜嘢叫普通學生？喺我嘅定義入邊，普通學生唔係唔努力，而係客觀條件上冇明顯優勢。例如家庭環境屬於基層或者中下階層，家長要長時間工作，冇辦法恆常陪同訓練啊。就讀嘅唔係傳統名校，冇資源參加昂貴訓練或者海外比賽。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好似講緊我哋，你唔需要灰心，因為呢一集呢，正正就係為你而講。答案先講清楚，可以，但係一定唔容易。我唔會講大話咯。普通學生係可以靠體育幫助升學，但係條路一定比有資源嘅學生辛苦，因為體育升學從來都唔只係技術問題，佢而係一個時間啊、資源啊、資訊啊同判斷力啊嘅綜合競爭。不過好消息係，而家嘅年代呢，同以前已經好唔同啦。而家最大嘅優勢，資訊同透明度高咗好多。咁我諗特別講呢一點，同10幾20年前相比呢，而家嘅資訊同透明度其實高咗好多。中產啦、基層家庭嘅家長同學生都可以透過互聯網啦，喺主動揾到資源。譬如話非牟利機構嘅體育培訓計劃、慈善團體提供嘅體育基金、體育獎學金、免費或者低收費嘅訓練計劃，只要你肯揾、肯問、肯比較，其實唔少機會都係公開放喺網上。呢一點係以前好多人冇嘅條件。第一條實際出路，善用非牟利與公共資源。如果家庭資源有限，第一樣要做嘅唔係同人比訓練費，而係善用公共同非牟利資源。香港其實有唔少選擇，例如賽馬會相關體育計劃、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課程、各分區體育總會啊、社區中心、地區體育會呢類計劃嘅特點係收費相對低，有系統訓練啦，有正式比賽渠道啊，成績具備基本認受性。但係你要有心理準備，訓練會比較艱苦咯，要求亦都會比較高啲咯。普通學生最大嘅難關，冇人陪，冇人睇。咁呢一點呢，我一定要老實講，好多普通家庭嘅小朋友最大問題唔係唔肯練咯，而係冇人陪、冇人睇、冇人提醒。家長因為工作呢，未必能夠接送啦，亦都未必能夠睇訓練。但係我一定要講一句真心話呢，家長睇小朋友訓練其實非常之重要。如果真係做唔到，就只可以靠小朋友本身嘅自律。如果喺呢個過程入邊能夠遇到一位願意因材施教啊，願意照顧學生發展嘅教練啦，某程度真係一種緣分。現實成本、交通、飲食、器材點算？體育訓練啦，一定會牽涉實際成本喎。例如額外嘅交通費啦，訓練後嘅營養補充啦，專業器材、打波類項目呢，專業級球鞋價錢唔低，其他項目呢，護具、器材、裝備，去到某個水平都係必要支出。普通家庭一定要提早計算，逐樣解決。咁如果有津貼啊、資助啊、慈善基金可以申請，一定要主動了解。比賽策略唔一定要貴，但係一定要對嘅。普通學生未必一開始就有條件嘅參加大型公開賽，但你可以揀分區賽、區際比賽、地區性公開賽呢類比賽，報名費呢就較低嘅，競爭相對合理啊，有公開紀錄呢，有助累積經驗。咁啊，第二組、第三組達標啦，一樣係有價值嘅成績。年紀細嘅現實限制
要接受。如果係幼稚園或者年紀太細，要揾到真正有認受性又唔貴嘅公開比賽，老實講真係唔容易。坊間呢類比賽唔多，家長一定要小心分辨。與其急住攞證書，不如呢專注打好基礎啦。中學生另外一條實際路線，咁如果已經升到中學，想累積運動履歷，其實有一條相對務實嘅方法，利用課餘時間，用自己嘅運動強項做助教或者係教練助理。呢個做法可以係累積實戰經驗呢，建立教練推薦信，同時賺取少量收入，減輕家庭負擔嘅。但係前提永遠係學業一定要兼顧，升學現實唔一定要 Band 1。咁啊，最後一點，我好想同家長講清楚，入唔到 Band 1唔代表條路就斷咗，只要你有整穩定比賽履歷，第二組或第三組達標，熟悉你嘅體育會教練，一封有內容嘅推薦信，再加埋面試嘅時候清楚講到自己嘅運動規劃啦，發展方向啊，同未來目標，呢啲對 Band 2、Band 3升學咁一樣非常之有幫助。如果要我用一句講話總結，普通學生唔係冇機會靠體育升學，而係要行得更清醒、更實際。而家資訊比以前透明，資源比以前易揾，關鍵唔再係你有冇錢，而係你識唔識用資訊，有冇耐性規劃啦。以上就係我用20年教學經驗對普通學生體育升學嘅完整分享。如果你覺得呢一集對你或者身邊嘅家長朋友有幫助，不妨讚好、訂閱、關注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。之後呢，我都會繼續啦，同大家分享更多真實可行唔包裝嘅體育升學經驗嘅咧。